對新人開個香檳啊！從此咧就係心心相印，恩恩愛愛啊！嗱，好事成雙，亦都希望我哋一對新人開個香檳過後咧，順心順境又順意啊！OK， 咁啊，我哋嘅雙方家長同一對新人已經喺台前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咧就會先祝賀我哋今晚嘅一對郎才女貌嘅新人咧，就係永結同心、白頭到老嘅。咁啊，我哋咧一般咧3杯，第一杯通常會交俾我哋男家嘅代表，咁咧就應該係今晚特別啲，交俾我哋嘅新奶奶啊 ，Madam 嗌第一杯好，嚟。200嚟，好，200夠紅醬嚟，啊，200嚟。幾粒嘅先？幾粒我聽唔聽啊？飲隻啊！呢隻係嗌飲食嘅啫啱。咁啊，準備我俾個 signal你，1、2、3你就可以嗌。好未？準備好啊？200嚟，1、2、3，呀！200咧就你睇下老當益壯啊 ！OK， 跟住落嚟亦都係第二杯，我哋第二杯咧就係祝賀亦都今晚一對新人啊早生貴子，咁啊希望我哋百子千孫嘅，咁啊第二杯咧就交俾新娘嘅爸爸啊！我未俾麥你已經要攞住先，唔使咁緊張 ，OK。遠多少個麥啊 ？OK， 我知道你已經飲咗好多酒，準備嗌大聲嘅，係。準備好嚟㗎喎，OK， 1、2、3，OK， 咁啊接住落嚟第3杯係我哋一對新人咧同雙方家長咧回敬大家㗎。咁啊，你首先咧係我哋雙方家長對一對新人，多謝你哋咧嚟到參加今晚嘅晚宴，同時你哋嘅濃情厚意，亦都令我哋嘅晚宴增光不少啊！咁啊，如果係有咩招呼不到或者係酒味菜薄咧，亦都請台下嘅各位來賓能夠多多包涵嘅。咁同時雙方家長同一對新人咧，惠康同埋Senior啦，亦都希望做生意嘅各位朋友咧，親戚亦都係心想事成啊，生意興隆。咁啊，當然打工嘅亦都係步步高升。咁讀書啲小朋友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嘅嚇。咁啊，第3杯咧就話交俾我哋今晚嘅新娘歌嗌。咁啊，明年嘅今日請大家嚟宴請呢個酸薑紅雞蛋宴就睇佢嘅表現，啱唔啱？200啱唔啱啊？新外父雙手抱孫啊？啱。OK， 嚟準備。俾少少嘅時間我哋新娘哥準備啊 ！OK， 後面好未 ？OK， 嚟，唔使咁強。OK， 新娘哥準備好嚟，又1、2、3，宴請你哋食酸薑紅雞蛋，絕對冇問題啊 ！OK， 咁接住落嚟第4杯、第5杯、第6杯，你哋坐喺慢慢飲，新娘哥新娘會同你哋陸續大敬3杯嘅嚇，多謝！我哋嘅敬酒儀式禮成啊，亦都有。但係咧，我可以講英文，講中文少少啦嚇。OK，so this time Baby cannot be here. You all know she's got classes to go to. So Baby 唔得，所以有翻學。考咩試？所以我就代表佢俾你 toast the Brian Green. So